今天呢，给大家宣讲的就是这个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这个元气战啊，就是宗喀巴大师所造的元气战。那么这个元气战呢，实际上是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来讲，是非常殊胜的，深奥的一部论点啊，就是一部论点。那么这个应该说我们藏地的一些寺宗弟子啊，以前呢也经常有这个学习过啊，就是有学习过。还有呢就是国外的一些这个大德呢，就是也经常传讲就是通过这个英文啊，还有日文啊，当其他的就是据说也有不同文字。然后呢我想我们在学院当中的话呢，就是这次是用这个第一次汉文来开讲。其实这个元气战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很多大德都是特别的这个重视啊。就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在世的时候，也经常就是说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元气战的这个书生内容啊，就是应该呢作为我们这个后学者的话呢，如果不能这个观闻博学啊，就是宗大师的浩如烟海的这个法门的话呢，至少也是学习这个元气战呐、三诸药道论啊等等，就是这些论点。那么作为元气战，这个宗喀巴大师就是本人来讲呢，也据说是有这么一个缘起曾经这个宗喀巴大师在西藏啊，就是求法当时呢就是也是为了这个修行，就是苦行。在苦行过程当中呢，就面见这个文殊菩萨，然后对他呢就是授记就将来呢，就是依靠这个龙门菩萨和这个升天轮师的这个加持，就是可以这个开悟同时呢，就是应该能度化这个无量的这个众生。在这个之前的话呢，一定要就精进苦行积累资粮等等。那后来就是有一天就是晚上在这个梦见的时候呢，就是见到了这个无畏菩萨无畏轮师，也就是说龙门菩萨和这个升天轮师，月称菩萨和护护轮师，还有这个清边轮师这五位菩萨，这五位当中的这个应该是护护论师吧。护护论师呢，就是把这个一部护护论，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讲中论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这个护护论呢，就是这一部论点呢，就是放在那个宗大师的这个头顶，就是做了这个加持之后呢，就是从梦中这个醒过来了。后来呢，就是依靠这部论点呢，就是依靠这部论点，有一个叫做是外境于密言有，自心于身以无就是有些说是就是从这个寄送当中呢，就是宗喀巴大师是首先是开悟的。有些时候呢是中论当中的就是一个就是远离这个云的本体就是云的本体呢就是皆不可得，就是这么一个寄送的这个当中呢，就是已经这个开悟了。开悟以后呢就是对整个这个缘起空性法门呢，就是升起无比的这种信解性。同时呢，对本师释迦牟尼佛也产生极大的这个不退转的信心。以这个缘起呢，就它是第一步，也就是说从开悟过后呢，就是第一步就是造的论呢，就是这个缘起战就是缘起战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还有呢据说是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两大弟子当中的这个迦次杰迦次杰的话呢，有一次也是听到一个寺院的旁边，在一个僧人呢，就是开始读诵一部非常这个词句优美的这个论点。当时他仔细一看的时候呢，里面的内容呢，就是非常的这种让他这个欢喜他觉得呢，就是这么这个殊胜的论点呢，藏地任何人都是不可能就是造出来，应该说是印度的月称论师
或者是这个龙梦菩萨的这个散述啊，就是他当时这样这个认为的。后来呢，就是才得知啊，原来不是这个印度论师造的，是宗喀巴大师这个造的。因此呢，就是对宗喀巴大师的这种证悟也好，或者是他所造的这个论点的用词啊等各方面呢，就是生起极大的信心啊，在进行这个医治啊，三公斤而医治的。三环线而医治的，也有这样的说法。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这个元气战呢，就是的确是对我们这个很多后学者来讲呢，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啊。我以前也说过，我们藏地就是非常著名的根登琼贝尔大师啊，他要接近圆寂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他对他的侍者就是说最好给我耳边呢，就是读一遍这个梅蓬仁波切咒的大圆满祈祷国的这个原文啊，就是大圆满原文，还有呢宗喀巴大师所造的这个元气赞啊，然后这个侍者呢就是按照这个尊者的言教，在他耳边呢就是读了这两部论，读完了以后呢，就是尊者都说啊，好了，就是我现在呢就是整个七情世界的一切这个幻化有我呢，全部就是了达无余啊，就是了达无余，那么就一切呢就是圆满这个成功了那么除此之外就是别无他事了，你可以就是明天再过来，就是第二天使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大事啊就实现圆寂，实现这个圆寂。所以说我们那个在这个藏地来讲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元气战的这个意义啊，就是对很多后学者、很多修行人来讲呢，就获得的这个利益啊，就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所以我也以前看过很多这个这个国外的一些这个高僧大德，他们呢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当中就包括一些西方国家、香港、美国等等还有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当中呢，也经常讲这个元气赞就是元气赞。然后在那个汉地的话呢，也有部分的就是一些这个论师也讲过。所以说呢，我本人而言的话呢，以前那个，尤其是讲那个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呢，我就特别这个想讲那个元气战，因为自己以前呢，就是也经常看过这个元气战的讲义还有这个宋词那么一讲起来这个中观根本慧论的时候呢，中观根本慧论的这种元气空性法门呢，就其实是我们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最无上的一个特点就是谁也就是无法与之这个相比的，应该说是无与伦比的之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元气战呢，就是也是刚好就是描述就是这一点。所以说呢，我当时呢就是很想就是讲那个这个元气战，就是我们这个中观根本慧论讲完了以后，准备想讲我们在这个可能讲集当中也是，我记得好几处都是已经提过了这个元气战，以后我们一定要学习。但这个因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巧妙，就是一直呢就是没有就是讲好像记得这个宋词的话呢，我在这个04年的时候就是最初的已经这个翻译了然后后来呢就07年的时候也做了这个进行校对，那么现在呢就是这个2010年就是就这样的话呢经过将近6年之前的话呢，很想就是讲这部论点，但是呢因为各种这个因缘呢没有这个聚合，没有因缘聚合的时候呢，那这个做任何一件事情也是不可能这个成功的，因此呢就是一直这个推到这个现在那这样的话呢这次就是给道友们呢就是共同这个学习这部元气赞呢，我本人而言这个心里应该说是有非常的这个欢喜，欢喜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也是通过再次的这个学习这部论点的话呢，应该相信就是自己对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和他所教的所传讲的这个妙法呢，应该能生起前所未有的这种心情和感悟
啊，就心性和干我。同样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这个佛友的话呢，如果也是以自己的这个清净心来恭敬谛听啊，认真呢就是思维，并且这个努力实修的话呢，我相信这部论点呢，就是对每个人呢也会带来就是不同程度的这个利益啊，不同的程度的利益。尤其是这部论点当中呢，主要这个宣讲缘起这个空性的道理。缘起空性的道理呢，如果我们以前已经学过中观根本慧论为主的一些这个中观法门啊，就是那这样的话呢，讲了这部论点之后啊，就应该说是对这些人的这个定解和对这个空性法门的这个了解呢，就是有所这个进步啊，就是应该就是以这个跟以前呢就是不相同的应该有。如果以前就是在中观这个法门呢就是一无所知，从来没有这个学习过的话呢，恐怕讲这个缘起禅的时候呢，很多道理呢不一定特别明白，但是呢我们大概的这个思路，大概的这种这个缘起禅的一种这个方法来就是说明就是在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无与伦比的这种这个线索就可以呢，就是值得我们这个学习。有什么样的有些这个论点呢，我们要值得这个注意。因为在这个3000大千世界当中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非常这个复杂的多文化多样文化的一个社会当中的话呢，人们都基本上以自己的这个感官呢，就是已经这个没有觉知了不知所措了。你要想学什么，想做什么，想这个观想什么，很多的这个方向或者是目标呢，就是已经麻木不仁了。在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就是前辈高僧大德们呢，给我们就是指了一个解脱的这种光明道就是解脱的光明道。我们呢，应该是这个沿着这一条路呢就是进行就是前进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呢就是大概讲述这么一个就是缘起就是这个叙述。那么下面就是这部论点呢，就是讲论义和就是什么缘起禅呢，就是初义、论义、末义，就是分3个方面。那么初义呢就是讲这个什么这个论名和还有这个定义句这个论名呢就是叫这个缘起禅就是缘起禅。那么缘起禅的意思呢，就是说并不是这个作者呢就是赞叹这个缘起并不是作者这个赞叹缘起。那么什么样的内容就是可称为缘起禅呢就是在这里呢主要是这个赞叹是这个释迦牟尼佛，就直接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间接呢就是赞叹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个空性法门就是空性这个包括就是世俗法在内的。那么这个以什么样的这个方式赞叹呢就他的这个赞叹的方式呢在这里就是说了因为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呢就是首先就是发这个菩提心，中间就是积累3个阿僧祇劫当中的这个资粮，然后呢就实现就是圆满正等觉的果位，最后呢就是给有缘的众生宣说了这个这84000这个法云就84000法云。那么其中就是所说的法当中呢，就是佛陀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就是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呢就是完全的这个宣说了缘起空性的这个深深意义。这种缘起空性的深深意义的话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一个智者也好，大德也好，还有这个世间的学者也好，谁都是没办法就是讲这么深深的这个道理。所以呢，我们在赞叹的时候呢，就是佛陀是已经就是能宣说了缘起道理，因此这个缘起道理呢，谁也不可能就是说的，谁也不可能就是这样证道的，因此以这种方式来这个赞叹的。当然，佛的赞颂文呢，无论是这个汉文当中、藏文还是这个梵语当中在这个自古以来就
就非常这个丰富啊，就非常丰富。比如说我们以前学过的这个身处这个天僧战呐还有那个就苏僧战呐还有呢像那个自在三王塑造的这个如意藤树啊，就是有108个这个108支的，还有呢就是马明菩萨塑造的这个佛展呐以及这个汉地和其他这个大的所占的就占颂文呢就是相当就是多的。那每一个这些论师们呢赞叹的方式是不同的啊，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个身处这个天僧战的话呢就是各种这个外道的这种这个兼修信果多方面来就是赞叹，就是超胜就是外道的这个各多方面来就是赞叹的。然后那个像如意藤树的话呢，就是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因地的时候就是行持这个六波罗蜜多的这种无上这个精神来这个赞叹的。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不相同的啊。我刚才讲的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这个所有的智者当中也好，所有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当中的话呢，就是唯有的佛陀呢，就是这个非常极美的语言呢就能宣说这个缘起。这种这个缘起呢其实是对我们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呢带这个无穷的这个利益，让他们呢离开就是痛苦而获得这个快乐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有多少个众生每一个众生他希求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快乐这个快乐。但是往往呢就是快乐得不到反而呢就是造这个痛苦的因就是不断的呢就是在苦海当中就是漂泊流转就流转。那这样的一种苦海的根本要这个干涸，或者说痛苦的根本要这个铲除的话呢，需要什么样的这个因缘呢？就是要懂到这个缘起。懂到缘起的这种妙法和妙药呢，谁发明的？谁已经这个发现的呢？就是我的这个大师这个佛陀他用这个无碍的这个智慧呢，已经就是照见了这样的这个秘诀，所以呢，就是给无量的这个众生呢，就是指示了这样的一种这个解脱之道所以说呢，我们应该就是值得这个赞叹，但是这种赞叹呢，并不是一种这个虚无缥缈的语言来就是空谈我们现在有些人的话呢，什么这个贡献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外面对他就是善的鲜花是特别多的做的赞美词是相当多的，但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实际上是这个宗喀巴大师所赞叹的这个对境呢，是这个佛陀，但确实是他有这样的这个功德和一些这个值得赞叹这个超神之处所以说呢，我们在座的各位呢，就是应该要通过这个学习这样的这个缘起赞义和的话呢，就是原来呢就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呢其实有一个佛陀，这个佛陀的话根本就是不像就是外道的就是人和本色，而我们这个实践界当中的任何一个学者和智者都没办法比的。那么这样的道理呢我们通过学习和通过思维以后呢，每个人都是可以升起就是这种境界如果你根本没有这个去学习的话呢，那就恐怕就不好说了。如果你真的去学习和研究的话呢，在缘起空性这个道理上的话呢，你肯定会是懂到了，就是最后呢知道是这个佛陀是最殊胜的，佛法是最这个微妙的就是应该会懂到这么一个这个境界。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说，就是讲那个缘起赞的这个意义就是缘起赞的这个题目大概是这样这个介绍。